廿幾歲捱夜瞓少幾個鐘都冇問題，但係到30歲瞓少幾個鐘就要用幾日嚟修補，究竟點解會咁呢？30歲之後身體真係同20歲唔同㗎。20歲嗰陣通宵玩到幾癲都好，第二日都可以照常返工，精神飽滿。但一到30歲，你會發現瞓極都唔夠，身體修復速度越嚟越慢，新陳代謝下降，食少少都好容易肥，皮膚體力開始轉差，身體開始出現老化嘅徵兆。點解會咁呢？隨住年齡嘅增長，基礎代謝率會逐步下降，加上肌肉自然流失，如果冇做運動，身體機能會越嚟越差。咁30歲嘅女仔點解要做重力訓練呢？第一，提升基礎代謝率，減少脂肪嘅積聚；第二，增加骨質嘅密度，預防骨質疏鬆；第三，改善體態嘅問題，例如圓肩、寒背、肚腩等等；第四，提升體能，應付日常生活，例如湊小朋友、返工都冇咁容易攰啦。Wow Fitness 專為唔同年齡層嘅女性設計課程，針對核心肌群，包括臀部、背部、腹部等嘅強化，幫助改善產後問題、減脂塑形、提升體能等等。如果你想為自己投資，活得更年輕，記得快啲 DM 我哋啦！